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走势露出了真面目啊，出现跳水走势，连续3天下跌啊。这个吃大席之前吃的时候跌，吃完了还跌，连跌3天，市场全天震荡走低，创业板指数领跌啊。截至收盘呢，沪指跌1.25%，深成指跌2.83%，创业板指数跌4.25%，科创50指数跌超过6%。盘中2点以后这个金融股一马当先，叫单旗护主银行股探底回升然后这个看不见的手主力暴拉这个农行。我看了一下，农行最多涨了6%吧，反正又创了新高农行创历史新高，银行板块已经被拉冒烟，但是这一次拉银行板块并没有起到作用，沪指还是跌了1.25%。从成交量来看沪深两市2.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多1800亿，个股那是跌多涨少3000多家下跌。这个招商证券说如果下跌超过4个交易日，就要重新审视牛市阶段。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那恐怕就牛市结束了，指数牛今天已经是第3个交易日了，那明天如果再跌，那招商证券的意思就是牛市恐怕结束了。这个牛市结束没结束咱不知道咱不能瞎说，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数牛市，对吧？这个你要天天看我节目应该知道，自从过了2024年10月8号那个高点以后它就是一个指数牛市，意味着散户在里面反正不太容易赚钱除非你踩中了那个主要的板块。这一次我的印象中就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印象中这次主要板块一个就是金融板块，银行、证券、保险，这是主力；另外一个就是科技，什么芯片、算力、人工智能等等，这2个板块好像是交替进行如果你买的不是这2个板块的，恐怕就赚了指数不赚钱。如果你买的是这2个板块，但是呢你买的点位不好，恐怕也赚不了什么钱，天天在里面担惊受怕的。那个航王对吧，航母机最高涨到1500多，快1600了，现在也到1200、1100多，所以这山下振幅也很大，看你在什么地方买的不好，虽然它是强势股，那压力也很大呀。所以散户想赚钱太难。从这个基本面来看咱们就不说这个基本面恶化吧，至少它没有好转，对吧？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都已经披露了，上市公司盈利状况有改变吗？统计局统计的这个规上工业利润有增长吗？对吧？这是官方数据也别说咱们的体感，那体感只能更差。这是基本面那么具体到这个资本市场，那些咱们天天说的那些黑幕，对吧？那些欺诈上市、财务造假，那些大股东这个违规减持，大股东占用资金，还有那些机构扭散、非法操控股价、虚假陈述，这些都得到解决了吗？没有任何变化，或者是说还在努力之中。那这样的牛市我只能说是在沙滩上建高楼是吧？咱们一直说这叫沙滩上建高楼，你看着也挺热闹，你也知道它肯定会垮，但是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垮，对吧？沙滩上建高楼那肯定是得垮呀，但是你说它明天垮吗？后天垮？建到第4层垮吗？还是建到第10层垮？总之它会垮，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会在它垮之前你跑了？有人写了一下这个胡适金融消费者的画像，说活该的下场上一周的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说巴菲特不过如此，索罗斯也就那样，我就是天才交易员。那本周的呢，金融消费者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上涨不带我，下跌就被我赶上了？还有人说难道就差我这一手一买它就崩了？还有人感叹说这就是牛市吗？怎么亏的比熊市还多？这个咱们的节目里面一直反复强调熊市你亏不了多少钱，当然也会亏但是牛市才是真正的加速亏损。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指数涨，牛市跟散户赚钱它是2个概念，它不是一码事经常容易混淆。所谓的科技牛一骑绝尘之后应声倒地，钱依然留下了不缺钱的方向。凡是抱团的还是要让它更拥挤，凡是尘埃里的还是让它更失去。有券商说统计了今年以来客户的情况，1000万以上的客户90%赚钱，50到100万的赚钱赔钱一半一半。就我相信胡静老师他作为50到100万之间的这个客户，他应该是属于赚钱的那一半。说10万以下的8-9成都亏损。就是今年2025年6月末，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共计182740户，较上年末增加13640户。他这个招行私人
人银行客户指的是在招行内啊资产1000万以上的，也就是说那个1000万以上的客户，招行增加了8%。中产指的是50万存款啊，客户增加了40万。普通人户数达到2.16万户，但存款余额只有4.02万亿，户均资产只有1.86万，也就是财富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就像这个胡适啊，7亏2平1赚一样，沙滩上建高楼，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跌，莫名其妙。如果真的是业绩牛，对吧？他就是业绩好，我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为什么会这么暴跌呢？没有什么利空啊，就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叫击鼓传花游戏，就比谁跑得快。所以一旦那边有人跑，不讲武德先跑，那后面大家都跑。为什么说跑了4天牛市就要结束呢？因为咱们这个叫水牛啊，是主要的资金啊，是场内这些人加杠杆，对吧？这是融资客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高净值客户，也就是银行利息越来越低啊，所以他们把它存款搬到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有一部分就流向了这个股票市场，对吧？有的买的是 ETF， 有的买的是直接就是投的股票，是理财产品流进去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啊，连跌4天，那个加杠杆的，你要么平仓，对吧？要么就得追加保证金止损，所以他就得割肉啊，更得卖，这就更加加剧踩踏。然后那理财客户呢，这一看前几天还挺高兴的，对吧？这收益3%、5%，这2天再一看，不仅5%没了，还赔3%，你说他受得了吗？二话不说，立马赎回。他一赎回，那边就得被动的就得减仓，就得套现，那就加剧这个市场的下跌。散户啊，就是真正的场外的散户啊，进场的不多，也有啊，不是说没有进场，远远没有达到那个牛市啊，散户一拥而入的那种场景。这个我在节目里面一直反复强调啊，更多的是场内的这些金融消费者在自救啊，他们在自嗨。总之啊，这3天的下跌，估计啊，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赚钱的人已经不多了。昨天我在节目中说，券商突然莫名其妙下跌，对吧？昨天收盘的时候跳水，这个不正常，对吧？如果是指数牛市啊，券商它不会这么走，所以有可能是有这么小道消息，对吧？看了我昨天节目的吧，我不知道有什么消息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总有人比咱们要先知道消息，一定要记住了。所以券商跳水，说明有小道消息。果不然啊，今天小道消息就出来了，对吧？路边社报道，什么小道消息呢？说中国据悉考虑采取措施抑制股市投机，寻求 A 股平稳发展。说知情人士称，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在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为股市一些投机行为降温。8月初以来，这波1.2万亿美元的股票涨势过快，引发监管关注。知情人士并表示，因担心市场大幅波动可能会导致散户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近几周决策层在考量措施，包括取消部分卖空限制和抑制投机交易等选项，尚不确定这些政策是否会被采纳或实施，因相关信息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这个咱们在节目也一直说啊，现在是你可以融资做多，但是你不能融券做空。去年对吧，沪市跌到3000点以下，作为一些救市措施啊，是不是出台了好多这样的政策？也是对量化进行限制，对吧？量化的这个每分钟啊，对吧？交易不能超过多少次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融券做空这个，那现在传言啊，有允许融券做空了。小道消息说啊，他说2015年中国股市急涨急跌的情形仍让投资者记忆犹新。那我是亲历者啊，对吧？我是真正的经历过开盘即收盘，多刺激啊！那一天虽然是交易日，但感觉好像跟放假是一样的，对吧？你打开软件一看，它已经停牌了，结束了。监管寻求让股市稳步健康发展，以助力重振经济和消费信心。与此同时，中国刚刚举行了政府通常更希望在重大活动前后维持资本市场稳定。说金融管理部门以协同实现这一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也就是要走慢牛啊。一位知情人士称，监管要求银行严查信贷资金入市行为。此前，监管发现一些投资者利用消费贷款和网络借贷等资金进行炒股。中国证监会暂未置评。说知情人士还表示监管要求券商不得积极宣传开设股票新账户的全天候服务。据交易所数据，8月散户投资者新开户较上年同期增长166%。另据知情人士，社交媒体平台也被要求不得过度宣传相关内容，比如牛市、融资余额创新高以及存款搬家涌入股市等，以避免助长投资者狂热情绪。任何违规
后违法推荐股票的行为都将受到严重处罚。这是路边社的小道消息啊。那今天这个下挫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呢？不太好说啊。要看明天如果接着跌，恐怕就会导致很多人爆仓啊。就在上一周，对吧？我也说过，我们都希望它是慢牛，但是咱们目前这个基本面，对吧？还有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现状，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心态和目前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就走不了慢牛，一定是疯牛，走成一个猴市，上蹿下跳，要么就是暴涨暴跌。一旦涨起来啊，金融消费者只要看到啊，大家叫什么？这个叫一致性，井蛙共振，就是大家都认为它要涨的时候，就跟那房价一样。有很多人恐怕不太清楚啊，咱们的房价不是说从1万涨到1万1，涨到1万2、1万4，这么慢慢涨上去的，不是这样子的。咱们的房价都是跳着涨的时候啊，对吧？你上一次看房的时候，房价1万，然后你没怎么注意，过半年再看的时候，它1万5，你再看的时候就2万，2万就突然涨到4万，但是跳着涨，不是温和上涨。要是温和上涨，恐怕很多人都能接受，跳着涨就会导致更多的人就急于去买借钱，因为再不买你赶不上。那大家都拿着钱往里冲的时候，它更加跳涨，所以它不可能走那种温和的上涨。股市是一样的啊，一旦这个涨势一确立，大家都认为它要涨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入市什么你下个月再加5000，下个月发了工资再加5000，你会这么加仓吗？那都是想方设法的借钱或者什么融资去加仓啊，就怕晚了赶不上这趟车，所以它只会暴涨。一旦说趋势确立啊，它就跌，那就暴跌，大家都要跑啊，跑的鞋都不要了。这个港股啊，今天也跌了，而且港股是高开低走。牛市有没有结束我不知道，但它这个指数牛市啊，显然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社保基金、国家队，对吧？保险资金还扎在这个银行股、这个中字头的这些股票里面，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就是并没有真的散户进来接盘，也就是这一轮主力国家队、保险资金，对吧？这些他出货出给谁呢？所以说指数牛市它没有结束，但是这个个股啊，那恐怕你要没买对的话，那就惨不忍睹啊。我今天看个新闻啊，美的电器它专门还出来解释，有投资者就不满了，说这个美的的业绩还不错，为什么这轮牛市美的怎么没涨呢？投资者多失望啊，它业绩还不错啊，美的啊，对吧？你说它公司不盈利吗？美的盈利还可以，没有办法，你这个题材这个股票不是这一轮水牛炒作的对象，就是业绩不错也没用。我们再看看啊，这胡静老师最近这个有点飘，胡静老师有点飘啊，给胡适啊，甚至给咱们国家形象的都有不小的这个负面影响。首先就说这个吃席这个事情，那胡静老师是亲自参与了啊，到了现场也看到了他的敬爱的，对吧？司令官还有这个地保老人，胡静老师热泪盈眶，哭了2回。他今天就评论啊，他前面写了一大堆，咱就不看了。他后面说啊，就是老胡认为这部分法院的判决书啊，一般的后面都写本院认为，大家多看一看法院的判决书啊，的最后部分啊，一定会写本院认为。胡静老师也一样啊，不免俗，所以胡静老师的评论呢，最后部分都会写老胡认为，有那么一点啊，类似法院的那种庄严，那种一锤定音，本院认为，老胡认为，有点不容置疑啊。他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平等、更加尊重大国和南方国家的方向变化，这肯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我不太理解啊，这是你大国的事情，就为什么非要把大国跟南方国家捆在一块儿呢？就胡静老师就是比较有意思，你评价就是大国嘛，大国这次对吧？这个活动搞得连特朗普都眼红，对吧？特朗普都说这就是想让我看呢，我告诉你们我也看了，对吧？你目的达到了，特朗普是这么说的吧？就是想演给我看吗？我看了，他的老实啊，实诚。那胡静老师为什么非要把大国跟什么南方国家捆在一块呢？是嫌自己势力不够，还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你要当老大要挑头啊？就不太理解啊。就胡静老师他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他说原因是大国和南方国家实力在不断增长，而平等是大家共同愿望。他这个说的没错啊，就平等大家共同愿望可以理解啊。然而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国通过本次活动展现了强大实力，形成了威慑力的大幅提升，但大国不会采取激进的对抗方式，而会在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争取更多大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尽量彼此协调。大国
国实力越强，我们的核文化将越有用武之地。他前面把大国跟南方国家绑一起，给人感觉就是你搞个小帮派，对吧？你搞个以你为核心的一个小集团，不就这意思吗？他后面也说他说这个许多西方人上来就觉得大国要颠覆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秩序，他们的思维是灵活的，而大国是要改变，是合理化，是共赢。他前面也说，对吧？你非把大国跟南方国家捆到一起，自己先搞个小帮派，完了这样又说人家美西方误解了你。为什么说胡锦老师飘了呢？对吧？胡锦老师作为这个宣传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他应该知道咱们大国的这个外交这个什么三不原则不结盟，什么不针对第三方，还不什么，总之三不政策。胡锦老师的评论他基本上就违反了这个三不政策，搞得好像对吧，故意是要拉帮结派，要跟美西方对着干，然后他又矛头一指说你们美西方误解了这个胡锦老师这个由于他的影响力比较大，对吧？因为很多海外媒体都盯着胡锦老师评论不光我看胡锦老师评论的，最主要是海外的媒体，人家是看胡锦老师评论。从胡锦老师的评论里面，他们分析推测这个国家政策，所以咱们比较重视胡锦老师的评论的这个影响力，不是说他对错他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为什么说他飘了呢？这次胡适下跌跟他有非常这个直接的关系，不能说他是主谋吧，至少说明他有责任。大家还记得吧？胡锦老师自从他一口气买了5条 Polo 衫之后，是不是胡适就开始跌了？第二天就应声下落，到今天连跌3天，这个绝不是巧合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笔账，对吧？咱们胡适是100万亿市值，胡锦老师市值是100万，就咱们估算一下，反正他最惨的时候也有70万嘛，对吧？现在涨了这么多了，100万市值，100万的市值，对吧？你看胡适走牛有关部门按照金融消费者，按照很多大 V 很多专家的说法，说胡适好了就能刺激消费吗？能够提振信心吗？不都这个说法吗？所以一定要让胡适涨起来，胡适要涨到4000点。好了，这有关部门咬紧牙关，对吧？亲自下场，国家队下场，对吧？拉这个银行股的拉冒烟了，好不容易你看这个还没有控制好，精确控制本来是走慢牛的，结果搞得太快，但别管人家快慢，总之人家快到4000点了，结果回头一看，这哪有什么消费不都说了指数涨了消费就好了吗？大家信心就好了吗？消费没动静再回头一看，胡锦老师在那儿高呼说他买了5件 Polo 衫，说都像我这样，这个消费就好了。你看股市赚了钱就去消费，恰恰是胡锦老师他的这番表态让监管部门心寒，对吧？费了9牛2虎之力，作为一个市值有100万的一个金融消费者，他只买了5件 Polo 衫，那就恰恰说明拉胡适刺激消费，这就是个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按照胡锦老师这个搞法，对吧？胡锦老师他有消费的实力的因为他退休金都2万多嘛，然后他在这个对吧短视频自媒体他赚海了，胡适又赚钱，按道理他是消费的主力结果他就买了5件 Polo 衫。按胡锦老师这个消费水平那胡适从2700点拉到3800点，也只促进5亿条 Polo 衫消费，就是每100万资产对应5条 Polo 衫嘛。咱们正好胡适是100万亿，那就是5亿条 Polo 衫，咱们金融消费者对吧，散户好像是2.5亿吧，那就人均2条嘛，正好还可以洗换穿，可以换着穿呢。合着你看有关部门费了9牛2虎之力，冒着风险把胡适搞了1000点，合着就刺激消费5亿条 Polo 衫，你至少说明你这个效率太低不合算呢，这成本太高代价太大，这个不可持续所以我认为有关部门对吧，一看到胡锦这样想明白了靠胡适上涨来刺激消费，那简直是个笑话。如果胡锦老师这次买一个照相机，对吧，花个10万买个好点的，毕竟是搞艺术人体摄影它也是艺术嘛。如果他是花10万买个照相机，那你想想吧，按这个标准，那这个胡适这次上涨就能促进多少？10万亿的消费这什么概念？这个经济才能叫活跃，消费才能提振。10万亿，胡锦老师净算小账，不买照相机而去买什么 Polo 衫，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导致这个胡适应声而落，他自己恐怕还不知道，觉得挺无辜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